后来过来是宜兰，顶礼拜连饼几若天的大雨，三星仓损失惨重，产量大减，拍卖价为月初每公斤70块，一路飙到214块，飙3倍。啊，若南部仓无大雨来取缔，价小稳定，一公斤是维持伫41块左右，形成着南北仓价小大无同的罕见的状况。 铁盘顶的葱饼煎到有够香，看到就想要加一喙。只是内底包的三星葱成本贵到店家要无法度吸收。他们嘛是论啦，无要那创。顶礼拜逐工上大雨，害宜兰开始出现灾损。三星葱每公斤的价小对10月1号的69块到飙到214块，差3倍价小。我们连续下来差不多20-20天嘛，导致一些青葱都没有办法采收啊，损失的蛮严重的。是，所以可能要差不多在2个月、3个月左右才有办法，正常供应。 葱仔价小飙悬，连贼仔拢来偷，有农民辛苦种的葱仔20公斤全部互挽走。报警了后，警方派人到田边来巡逻。目前咱三星地区啊，所申报这青松栽种面积是70公顷，依据政府规定，就是讲伊的财损要加到5%以上，政府会启动这财损补助体制。另外，过来看卖无落大雨的南部葱，平均的价小每公斤41块，两种葱仔的价小天差咧地。三星葱起价价小，短期内恐惊无法度恢复正常。